貞元二年春，陸長庚要成覃了。大婚前夜，他宿在我宮中，不知閹築此地，發狠地要了一片又一片。晚晚乖，再給我點時間，等這一切過去，我就娶你。但陸長庚不知道，我已經未有時間了。第二日，他小心地參着侯府千金，登上城門，行了帝后祭天之禮，而我卻杳丹軀碎靈力喪盡，死在了盛京最祥和喜樂的日子裏。01陸長庚帶着顧錦言回來那天，我已在雪地裏跪了7天7夜了。他與顧錦言攜手而進，緩緩邁向院內。陸長庚長身玉立，解下身上披風，輕手為顧錦言繫上。顧錦言小意溫柔，眼睛含笑望向他，替他拂去髮尖碎雪。積雪深深，霜寒露重，他們周身卻有一種別人魔法融入的暖意氛圍。顧錦言轉頭看到跪在院子裏的我，花容失色，驚聲叫道：殿下，這是雜麼怪物？他披着軟毛織金的白裘，裘衣之上，百蝶穿花的暗紋隨流光浮動，映襯得他清貴非凡。我垂眸看了看自己，人身蛇尾，幾處鱗片碎裂，傷口處血肉翻起，詭異又醜陋，確實是個怪物。陸長庚皺了皺眉，面色閃過一絲浮雜，冷聲對我說：你先下去。讀了讀，又補充道：化人形，莫要嚇到錦言。我頷首，調用最後一絲靈力，將穩住人形，踉蹌地向內院走去。雪很冷，我赤腳行於其中，卻走得很急，分不清是終於不用在雪中遭罪的僥倖，全是急切地想躲過這番刺眼的場景。回房路上，洗漱婢女們掩着嘴悄聲講話：殿下終於讓那妖寵起來了。普通人這天氣早死了，妖精真是賴害。別說了，聽說這妖精在戰場上還吃人哩，小心把你也給吞了。我不吃人，也不是陸長庚的妖寵，我是啟靈山中修行500年的青蛇，是陸長庚未婚的妻。陸長庚說世人對妖有偏見，所以未登大寶之前，只能委屈我先以此名分呆在他身邊，等他拿了這天下，再為我證明，冊我為後。諸如此類的話，自從出手相幫陸長庚傾覆天下以來，我已聽了不知凡幾。回房躺在陸長庚從前專為我砌的溫泉池裏，周身傷口被溫度喚醒，細密的疼痛吞沒着我，頭腦逐漸昏沉，霧氣繚繞之中，仿似又回到了初到盛京之時。02彼時，我船是因為貪戀人間煙火裏開心山，混跡在盛京城中的一條小蛇，因為愛看畫本子，便在北街巷子口的書鋪裏當了個小夥計。未事就去隔壁狐狸姐姐的燒雞鋪子裏偷吃，日子過得倒也快活。但盛京的安穩沒能持續多久。大梁皇帝暮年求長生，推任邪修為國師，賣官捉爵，民不聊生，朝局日益毒入骨髓。我與陸長庚便在此時相識。我心血嚟潮去京郊捕食，卻不慎中了邪修設下的禁制圈套。邪修獵妖是為了生剖妖丹，給那皇帝煉所謂的長生丸。
我被陣法壓着受了傷，現了原形。幸好在邪修來之前，陸長庚路過此地，破了陣法。你周身靈氣橫溢，是跳有道緣的蛇，我且渡你一程。他將我撿起取在懷裡，為我吃了幾粒丹藥，帶我住進了破廟裡。陸長庚出身崑崙仙山，是正宗道門弟子，不過他卻並沒有去高門顯貴府上當那座上仙師，反而總接些尋常百姓的散單。可雖過得困迫，陸長庚對我仍算極其大方。每次算命偶邪領到禮展，他便繪去狐狸姐姐鋪子裡給我買一隻燒雞。崑崙山的聚靈丹千金難求，他也似餵糖豆一般餵我。間時他總輕點我的頭，你這小蛇靈氣已足，怎麼旋味化形呢？說完便又將幾顆聚靈丹遞到了我嘴邊。一日陸長庚偶邪歸來，或是遇現硬詞，身上帶了點傷。夏日雨夜，空氣燥熱，闡明闊燥。他在佛像前的蒲團之上打坐療傷，卻久久未能調息。我爬到他身旁，纏繞着舔舐他胸口的傷處。偏生這時候，禁制之力已過，我恰巧化了形。蛇族本就身姿妙曼，況且我修的是女身。只瞧了我一眼，陸長庚的氣息變亂了，整個人越加燥熱。長髮垂散在冰肌玉骨的腰間，我睜着如墨玉般漆黑明亮的眼睛，好奇地看着他。長庚，你想合修啦？男女之事對我們妖族而言本就算不得雜麼，何況他是我的恩人。半推半就之間，陸長庚竟也同我行了那荒唐之事。03殿下清晚姑娘前院聚話，急切的敲門聲伴隨是從粗獷的嗓音，將我從舊日尋夢中喚醒。前些日子剛拿下的徽州有流兵作亂，陸長庚命我照應成安侯顧危之子顧錦旗，與他一同南下平亂。可到了才知情報有，除了普通流兵，船有眾多邪修在徽州糾集，駐軍遭遇偷襲，顧錦旗被邪修用繞藤綁住右腿，拉下馬拖行。眼見那邪修起手吹動死陣，我不得已化為原形，咬斷繞藤，銜住顧錦旗飛身逃走。此去幾乎全軍覆滅，顧錦旗沒了一條腿。當我帶着幾乎分死的顧錦旗狼狽歸來時，陸長庚不問黑白，便在眾目睽睽之下罰我跪在雪地裡。如今顧侯一家來了，怕是要興師問罪了。我應了聲好，起身收拾衣裝跟着前去。到了堂前，陸長庚居於高位，側邊分坐着顧危與其他幾位大人。顧危長大20脈重兵，將將才被陸長庚游說成功納入麾下。府一進門，他便狠狠拍桌，怒目圓睜，要我傳他危子命嚟。殿下，戰場之上，眾目睽睽都看到了是殿下借妖寵化出原形，扯斷了我人右腿，望殿下嚴懲。如今天下未定，請殿下趁賢願令，莫要被妖物蒙蔽雙眼，耽誤了真正的大事。請殿下三思。顧危言之鑿鑿，其餘幾人也隨之附和。長庚，不是這樣的，真的不是，我是為了救他。跪下。
陸長庚皺眉捏了捏額角，對我厲聲喝道：顧錦旗至今昏迷不醒。我拼命解釋，但卻連陸長庚也不相信。他抽出鎖繞鞭，當着眾人的面，用力揮向我。鎖繞鞭是崑崙至寶，以至準至剛之氣練製，普通小妖挨上一下便潰元神潰散。我的叫聲淒厲，可他不曾有停手之意。終於，在生生受了10鞭之後，我動彈不得，殘喘躺在地上。陸長庚轉頭對上顧候，此鞭乃我下崑崙山時所帶，至準至剛，擾累受之，便潰元神震燙，有鑽心蝕骨之痛。這10下，已削他100年修為，各位可還滿意？這10鞭打的慘烈，其他幾人一時默然，顧危卻仍想說些雜麼。此時，另一道聲音卻在堂中響起：爹爹，哥哥至今昏迷未醒，便是要讓他陪葬，也等哥哥醒嚟再說吧。顧錦言語氣溫柔，卻擲地有聲，款款衝屋外走來。敏然，顧危終於坐下。陸長庚收了鎖繞鞭，似是如釋重負般嘆了口氣，向顧錦言微微點頭。我吃力地抬頭，卻恰巧撞見二人目光相對，遙相致意。終於受不住元神劇痛，我徹底昏死過去。04恍惚中，有人將我抱入溫泉，源源不斷地向我體納輸送靈氣。我元神損耗嚴重，200年修為散盡，磨意志理如飢似渴地吸納索取。不知過了多久，鑽心的疼痛終於有所喚釋。睜開眼，陸長庚正緊抱着我，他本就長得極好，此刻臉色蒼白之下，清離的風致更甚。我的蛇尾未收，盤繞在他的腰間，曖昧非常。見我醒嚟，陸長庚輕聲問道：晚晚可好些了？顧危動了晒心，我只能這樣護你。佛跪在雪地時，陸長庚動刑時，我都未曾流下一滴淚，但此刻眼淚卻如斷線之珠不住滴落。長庚，你說這10鞭夠不夠還了你當初的救命之恩？陸長庚霎時慌了神，抱我更緊。晚晚說雜麼呢？我不要你報恩，晚晚忘了。我已下了聘，是要娶你的。顧家手握重兵，我不能少了這個助力。晚晚再給我一點時間，等這一切過去，我們就成親。霧氣繚繞中，我看着驚慌失措的陸長庚，好似又看見了當初一夜荒唐後，紅着臉硬要與我定親的羞懶小修士。鎖靈鞭留下的傷痕深可見骨，我卻船是狠不下心來。我轉頭不語，忽地又想起狐狸姐姐離開聖經回深山避難時對我的叮囑。她說：晚晚小蛇，該走就走，人心易變，你可別做蠢妖怪。如今的我，好像真成了狐狸姐姐口中的蠢妖怪。突然，門外有人來報，打破一室寂言。殿下，顧將軍醒了，說是即刻請晚姑娘前去相宴。05我被鎖靈鞭打得原形不現，虛弱地在溫泉中浮沉，磨發起身，告訴顧將軍，過幾日吧。陸長庚皺眉，沉思片刻，船士開口：晚晚，船士去吧。幽州戰事吃緊，顧家軍此刻正抵在前線。
我慘然一笑，心中又冷了幾分，吃下他手中的聚靈丹，閉眼道：好，我去。陸長庚伸手抱着我出了溫泉池，走到了院子口，看到有人往來，又將我放下。我抿唇不語，踉蹌往顧錦旗處行去。顧危和顧錦賢並不在，顧錦旗見我來了，在侍從的攙扶下掙扎着坐起，向我道謝。見我幾乎站不住，顧錦旗趕緊叫傅從扶住我。徽州一行，晚姑娘竟也傷得這樣重罵，貿然叫姑娘前來，是錦旗考慮不周，不是徽州，那是我誰謀不遇，倒是顧錦旗身邊的小侍從憤憤不平地開口講了原委。顧錦旗聽完怒道：若不是晚姑娘，當時我差點就死在那邪修手裏。父親這簡直是胡鬧，他剛剛從昏迷中醒嚟，本就虛弱不已，聞言大驚失色，差點再次昏過去。恰巧此時，顧危與顧錦賢得了消息趕來，顧危見我也在，抬手一掌打在我的臉側，害我人至此，竟讓你這妖孽留了一條命，全不跪下。父親住手！當時是晚姑娘救了我，若不是她，我連個全屍也留不下。顧錦旗抬手阻止，又急切地向我道歉。顧危仍是冷哼一聲，那又如何？殿下讓他去，本就是為護着你。你沒了一條腿，他便該拿命來賠。世間化形的妖獸很少，像我這樣修為極深的更是罕見。就算被陸長庚廢了100年修為，以我的法力，殺了這屋裏的所有人，也是易如反掌。但陸長庚現下需要顧家，我只能給力壓抑住自己自我保護的妖獸本能，轉身走出房門。顧錦旗是個謙謙君子，同行平叛的路上便對我多有照顧。他將我看作領兵的將軍，戰場的銅柴，而非惑亂人心的異類妖蟲。沒走出多遠，忽然想起聚靈丹或苦對顧錦旗的傷口恢復有效，我又折返回了他的居所。誰知剛到門外，便聽得顧危的聲音。陸長庚一個流落在外，無名無份的先帝為福只能有今日，謀算之深，意念之堅，難以想象。我顧家雖然已經站在了他的船上，但也要防着他過河拆橋。其人可知，這回你妹妹過來，並不只是為了探望你。當初他上府時，我提的唯一條件，便是與錦賢成婚。這妖精與那陸長庚不清不白人盡皆知，當了我顧家前路的，無論是人是妖，都死不足惜。06陸長庚遊說顧危之時，竟是這樣苦諾的罵。可是為何他船口口聲聲讓我勿要忘記當初的煙盟之誓呢？回房後，我拿出了陸長庚從前下聘時贈我的玉簪，他說這是他唯一擁有的母親的物件，是他最珍貴的東西。我摩挲着簪子，後頭驟然聲甜，別了苦久的那口氣忽地化作鮮血衝出，滴落在通體透壁的玉簪上。開春後，顧錦旗傷勢好轉，與顧危一同去了幽州，顧錦賢留了下來。陸長庚開始頻繁帶着顧錦賢外出，有時身着一身騎裝，
有時又拿着一串套人燈籠。兩人總是笑意盈盈地出去，又滿心歡喜地歸來。下人們都在說：謝府里就快要有女主人了。但陸長庚白天陪着顧錦言，夜裏卻日日來我房中。他說他只愛我一個，與顧錦言不過是逢場作戲。我知道他在害怕他為了詆毀對顧家的種種言行潰寒了我的心。床笫之間，他開始喘息着問我愛不愛他。只要我有片刻的質疑和沉默，他撫在身後的撞擊便會一次比一次來得用力。這樣的日子並未持續多久，我掙扎着在溫泉中退完今春的最後一次皮後，前線傳嚟軍情急報，盛京國師趁冧益州，不知使了什麼妖術，不近本來即將攻下的城池局勢忽然逆轉，駐紮在附近的軍隊更是得了怪病，將士們一個個接連死去。陸長庚是崑崙仙山出身，邪修妖術只有他能解，匆匆召集了3000兵士，他便準備開拔前往益州。可誰知出發才不過半月，陪同陸長庚一起去益州的左都尉卻倉皇逃了回來，說是罪誤中了盛京國師的埋伏，3000兵士幾乎死傷殆盡。陸長庚也不知所蹤。盛京國師身懷諸多邪術，法力不容小覷。長庚怕是凶多吉少了，我得去救他。我簡單收拾了行裝，正準備出發。顧錦言率着浩浩蕩蕩的婦人來了我的居所。晚晚姑娘，我已去信父親，讓他盡快派人尋找。但驛站送信時間太長，我怕長庚。晚晚姑娘不是常人，身有異術，求姑娘出手救一救長庚哥哥。長庚我自愧去救，顧小姐不必如此。多謝晚晚姑娘，這是我的貼身玉佩，若有需要，可憑此玉佩尋顧家君助力。顧錦言言語懇切，仿似他和陸長庚已然夫妻一體，而我只不過是一個外人。但我旋是收下了玉佩。盛京國師不好對付，多一仗底牌總是好的。我沿着罪誤前進的痕跡，日夜兼程尋到了益州境內，終於在一處斷崖下找到了奄奄一息的陸長庚。但找到的人不止我一個，我與盛京國師派出去尋找陸長庚蹤跡的人，恰好在崖底狹路相逢。他們一看到我，眼睛便亮了，以化形的靈蛇，船有400年修為，這妖丹是極品中的極品。當下這群邪修便一統而上，各種符籙法術都招呼了過來。我身體旋未完全恢復，背着昏迷的陸長庚打得極為吃力，但好在他們既想斬草除根殺了陸長庚，又想活捉我回去剖出妖丹，下手之時多有顧忌，我尚且能佔據上風，可這群邪修眼現耗時苦久也拿不下我，心下一橫，便打算設下死陣，將我和陸長庚一網打盡。我瞄準機會，趁着他們嘴裏念念有詞手畫符籙之時，化出原形，蛇尾一揮，用力撞向實力最差的那名修士，終於在鋪天的陣營中撕出一個口子，帶着陸長庚逃了出去。益州與幽州比鄰，我不敢停歇，飛也似地逃到了幽州城境內，叩響駐地的顧家門環後，終於支撐不住，靈力耗盡，直接暈倒在地。
07昏迷後醒嚟，我第一時間就問了陸長庚的消息，急匆匆地趕了過去。陸長庚的傷情暫且穩定下來了，甚至先我一步就已醒轉。我進房時，顧錦賢正坐在他的床邊，端着藥糖輕輕地吹着，又柔柔地遞到陸長庚嘴邊，為他喝下。長庚，你船好嗎？晚晚，我未事，這次多虧錦賢了。如果不是錦賢及時趕到日州，在崖底找到了我，又守在床前，衣不解帶地照顧了我幾天幾夜，我這條命怕就交代在日州了。顧錦賢，和他有什麼相干？分明是我孤身一人侵到益州懸崖谷底，又九死一生躲過邪修的群攻和圍剿，才將陸長庚平安救出。我直直地看向顧錦賢，硬聲說道：長庚，不是他，是我救的你。顧錦賢面不改色，他身邊的丫鬟忽然開口指責。晚晚姑娘在說什麼胡話呢？明明就是我們姑娘救了殿下。晚晚姑娘你沒找到殿下，反而受了傷，暈倒在我們顧府門口，船是大公子將你抬進來的呢？陸長庚附和道：晚晚，我在崖底時被救起時迷迷糊糊翳住了根絡子，醒嚟一看，正是錦賢的貼身玉佩。我伸手向腰間摸去，玉佩果然不見了，大概是打鬥之時不小心被翳了下來。陸長庚此話一出，那丫鬟表情更顯輕蔑。我本想再說些什麼，卻見陸長庚抬頭感激又溫柔地望着顧錦賢，二人目光相對，顧錦賢羞澀地低下了頭。我自嘲一笑，皮了，救命之人到底是誰？而今怕是已經不重要了。我靈蛇一族仲落手意，如今陸長庚的救命之恩算是旋了。只待他不久後救出母親再登臨帝位，我也算傳了當初的諾言和這一場荒唐情義。08盛京傳出消息，老皇帝已經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。看來那邪修國師按捺不住開始行動是有原因的，要是再多的擾單，也吊不住那老皇帝的命。幽州地處盛京以南，是盛京轄住南部各州的咽喉之地；而益州在盛京以西，是大梁渝西域貿易往來的必經之所。幽州已被顧家軍完全控制。陸長庚醒嚟後，也設法解了日州困局。國師眼見大勢已定，也灰溜溜地逃出了大梁。失道者寡助。陸長庚長牒直入盛京城，沿途竟沒有受到一點阻攔，輕輕松松就拿下了都城各個關隘。他救出了被囚在城乾宮偏殿的母親，長劍直指靠坐在龍椅上的虛弱男人。我說過，終有一天會來取你狗命，果然是賤人生的賤種。當初你生出來，姑就不該憐惜那個賤人，就應該直接殺了你，永絕後患。很可惜，已經遲了。姑趁手殺了皇兄，又逼着嫂嫂年年歲歲在我身下承歡，讓你們一家天人永隔骨肉分離。姑怎麼覺得是你治了呢？哈哈哈哈！男人瘋了一樣狂笑，笑着笑着又止不住地涕淚橫流。陸長庚長劍劃過，男人喉間骨骨鮮血衝出，盯着陸長庚母親的方向，嘴裏都囔了幾聲月話，
便咽了氣。月華是陸長庚母親的名字，而此時的陸長庚母親看到皇帝已死，卻並不現半分快意，蒼白的臉上眼淚速速滑落，衝動着深切的悲哀。陸長庚安獨好兵事後，夜裏悄悄帶着我去了他母親新搬去的永壽宮。他牽着我的手，將我帶到他母親面前，娘親，這是晚晚，危旨已經印定，晚晚是我今後唯一的妻，我帶她來見見你。原以為陸長庚母親出身名門，又久居深宮，配對妖族有偏見。但沒想到他只是笑了笑，輕輕撫了撫我和陸長庚的臉，又將我們的雙手放在一起。既然如此，你們今後便要互相扶持，好好地走下去，千萬莫要步了我與你父皇的後塵。09似乎一切已經塵埃落定。但就在我們離去後的當夜，陸長庚母親竟一赤白翎，自裁在了永壽宮中。女人留下了一封遺書，原來當初謝封皇帝和他才是真真正正的青梅竹馬，可惜他出身張府，一生下來便注定要嫁給當朝太子，先皇室的長子。女人背負着家族的使命，和其苦嫁了過去。青梅竹馬的男人卻認為自己的哥哥和最愛的女人一起背叛了他，暗中籌謀數載，終於完成了殺兄奪嫂趁帝的壯舉。他愛他，也恨他，敢衣玉食地供着他，卻也夜夜肆意凌辱他。所有人都認為陸長庚是先皇的遺腹子，但原來先皇和女人成親後一直以禮相待，並沒有半分逾越之舉。女人懷的是男人的孩子，因為陸長庚未足月就出生的緣故，不管女人怎麼解釋，被恨意沖昏了頭腦的男人都不相信。任憑這孩子在宮中受人欺凌，年歲尚小就直接扔給遊歷聖經的陌生道士，丟出了宮去。陸長庚的母親死了，他親手殺的，甚至是自己的親生父親。陸長庚倒在我懷裡，雙手磨力地垂下，先是印忍着低聲嗚咽，接着便是絕望的嚎啕。我第一見他哭得這樣傷心，心也跟着緊緊地抽了起來。真的要現在離開他嗎？我暗嘆一聲，無法確證自己內心的答案。但陸長庚很快就幫我做出了選擇。葬禮過後，陸長庚繼了位，上朝之後的第一道聖旨就頒給了顧家。他給了顧錦賢皇后之位。他對我說：晚晚，權力不拿在手中，我便誰也護不了。顧危性情狂傲，欲將取之，必先予之。你再等等我。我弄不明白人類功名利祿裡的彎彎繞繞。我們青蛇一族，從來都是一生一世一雙人。我已經等了陸長庚太久太久，有些事情選擇就代表了心意，何況現在的陸長庚眼裡已經多了太多我看不懂的東西。我甚至開始懷疑，當初立任顧錦賢為救命恩人一事，是否是他想育顧家一個安心故意為之。畢竟顧錦賢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千金小姐，又怎麼有勇氣和實力孤身犯險救人呢？聰明如陸長庚，不配連這一層都想不到。但無論如何，
我已經不想再等下去了。10. 長庚，當初救命之恩，這幾年的奔路也當報完了，我想回家了。晚晚，你在說什麼？我聽不懂。這裏便是你的家。我想回啟靈山了。陸長庚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臂，掩飾不住的慌亂。不，你不能走，你說過，永遠不會離開我。你忘了嗎？晚晚，我們說好要成親的。我掙開側谷，長庚，時候到了，我們的宴席到今天也該散了。陸長庚沒有追出來，只是垂頭輕聲說道：你走不了。為何？看着陸長庚頹敗又瘋狂的眼神，我心下一驚，暗道不好，急忙調用靈力查看妖單，清晰的契約列印赫然浮現在我金色的妖單之上，是失傳已久的崑崙秘術，被結下契約的妖獸，除非生死，否則便永遠無法脫離如之結印的修仙者。他竟然趁着當初我元神中傷，到我靈氣之時，私自結下了契約。陸長庚緩步上前擁住我，細細密密地吻在我的脖頸之間。晚晚，再等等我，我配娶你，我們會永遠在一起的。如人列契，是真真切切的屈居人下，永失自由。而對已經化形的高階妖獸來說，這更是一種絕對的恥辱。陸長庚出身崑崙，不愧不知道契約意味着什麼，可他全是這樣做了。他解開我腰間的綁帶，伸手探進衣納，輕柔地從上向下吻來。他動作溫軟，情意顯勸。我卻只覺渾身僵硬，如墜冰窟。11. 我正盤算着到底該如何退身，顧錦言卻突然命侍女來我住的冧華殿送了補藥，說是特殊煉製，有元神修補之效。我打開檀木盒子聞了聞，藥丸中一絲若有似無的啟靈山氣息。難道藥材採自啟靈山？可旋有一股極其濃烈的詭異又熟悉的味道，讓人無法忽視。我拿上藥，匆匆找到顧錦言。見到顧錦言，我帶上盒子，顧小姐，好意心領了，藥就請收回吧。他擺了擺手，讓侍女拿回。人自安然地問道：可試過這藥了？見我搖頭，他一臉失望，可惜了。這藥看着實在稀奇，顧小姐可否告知，這樂丸是由哪幾味藥材製成的？你吃下一顆，我便告訴你。見我置之沒有動作，顧錦言忽然卜嗤笑出聲來。他年歲尚小，彎眉下一雙漆黑澄澈的綠眼，梨渦尖尖，顯得清貴可愛，但朱唇皓齒輕啟，說出的話卻猶為刻毒狠辣。他隨意拿出一顆樂丸，放在手中把玩。這可是我讓爹爹專門為你準備的啟靈山天池旁的蛇穴，全是趁那些妖孽活着的時候拔下來的鱗片，剔下來的血肉。聽說你們妖獸以同類骨血為引，恢復得最快。晚晚姑娘怎麼白白辜負了我一番好意？他們的法力雖沒有晚晚姑娘這麼高深，卻也不好對付。為着這藥，船節選了爹爹麾下好幾位大將呢。啟靈山天池陪伴我從小長大的夥伴們盡皆氣息於此。他怎麼能，又怎麼感動他們？
我怒衝心起，靈氣收不住地外溢，順手一揮便擊倒了顧錦言身旁的侍女，直直掐住顧錦言的脖頸。你敢動他們，那就拿命來償。顧錦言眼中閃過舉意，雙腿不斷顫抖，但嘴上卻仍然說道：嗨嗨，你勾勾妖獸，有雜麼資格與我同宮為妃？長庚哥哥就算被我灌醉了帶到床上，動情之時卻叫着你的名字，你該死！我手下力道更緊，顧錦言面色蒼白，胡亂揮着雙手，眼看就快要窒息。住手！突然白光閃過，我被一道準淨的靈氣擊倒在地。顧錦言一臉倉皇地躲在陸長庚懷裡。長庚哥哥，救我！我只是好心給晚晚姑娘送藥，沒想到她竟發狂要殺了我。陸長庚厲聲對我說道：錦言不過是擔心你元神的傷勢，你怎可這般對他？我抹了抹嘴角的鮮血。陸長庚，你可知這惡丸是用雜麼做的？是我啟靈山靈蛇的血肉，他屠了我啟靈山天池蛇族，要他一條命而已，又如何？話音未落，我手中捏了殺訣，猛然向顧錦言攻去。陸長庚竟以身格擋，我與他有契約在身，傷他便要承受雙倍法力的反噬。我衝地上強撐着站起，陸長庚正將顧錦言死死護在身後。我冷然一笑，拿出從前在盛京時陸長庚當做聘禮送的玉簪，手下微微用力，清脆的斷裂聲響起，晶瑩的玉石飄散一地。陸長庚，從今往後，你我之間便有如此簪。12. 不知道是魔法面對我，全是認定我身負契約無法離開。陸長庚很久沒有再來臨華殿，借給了我策劃逃離的契機。不過令我未有想到的是，幫我的竟然是顧錦琪。顧錦琪與顧錦言原來並非一母同胞。顧錦琪的母親是與顧危列下契約後又成功逃離侯府的學妖。他說他不願看着我陷入和他母親當初一樣淒慘的處境，但在給出解除之法前，也提了一個要求，希望晚晚姑娘留顧危和顧錦言一條性命。可是契約要解，啟靈山蛇族的血海深仇也必須要報。我只好先假意答應顧錦琪。解除契約需要打碎再種數妖丹，在這期間我的靈力將會長期處於幼蛇狀態，幾乎無法招架任何一點傷害，更別說逃離陸長庚。為今之計，只能在打碎妖丹脫離契約桎梏之際死遁，偷梁換柱回到啟靈山，再慢慢張揚。我和顧錦琪把日子定在了帝后大婚那天。當日後宮人煙稀少，侍衛更是大半都將前往西直門守衛祭天之禮的安全，是最合的不過的時候。大婚的前一天晚上，陸長庚突然來了臨華殿，他似是醉了酒，瘋了似地將我推至床上，一邊在我身上啃噬，一邊又不斷地喊着我的名字：晚晚，晚晚，晚晚乖，再給我點時間，等這一切過去，我就娶你。但陸長庚不知道的是，我和他已經未有時間了。第二日，顧錦琪不知從哪找來了具青蛇屍體，帶到了臨華殿。
又將他母親留下的列契秘術交予了我。我按照秘法運轉靈力，體內妖丹不斷膨脹戰動，終於劇痛之下，妖丹突然破裂，碎片被一片乳白色的霧氣收攏在丹田之中。顧錦琪將化形成小蛇的我輕輕放在懷裡，臨走時在林華殿點了一把大火，然後便駕車趕往啟靈山。身後狼煙升騰，滔天火浪，但終於這一切都與我無關了。13. 回到啟靈山，是狐狸姐姐從顧錦琪手裡接過的我。她看着奄奄一息的我，嘴裡數落着，眼淚卻止不住地往下掉。渣門繞淚真至赤誠，說不黎謊，船有恩必報，是鬥不過人的。多少同胞都折在了人的手裡，當初叫你走，怎麼就是不聽呢？狐狸姐姐將我放入了天池，醞釀了大概2年之久，妖丹才慘慘種數成形。從天池一出來，狐狸姐姐便拉着我去了靈蛇冢，她聲音烏煙，晚晚小蛇，對不起，是我沒用，我沒能護住他們。我搖頭，拍了拍狐狸姐姐的手，以示寬慰，是有需要道歉的人，但不是你。妖丹種數，不僅助我完全擺脫了契約，當初所擾邊留下的元神缺陷也完全彌合。如今的我，倒是比當初剛下山時法力船要強盛不少。擾慮有恩必報，有仇也必報。我告別了狐狸姐姐，獨自下山趕往盛京。2年後的盛京城，同當初簡直天壤之別。百姓安居，商家樂業，繁盛非常。陸長庚應當是將大梁治理得很好。我在街上尋人打聽顧府的地址，但無論是誰，聽到我的詢問都是一臉驚恐，諱莫如深地擺手拒絕。我心下生疑，直接找了一個官運以法術恐嚇，但得到的結果卻讓我直接愣在了原地。顧府早沒了，2年前一場火災，宮裡的晚妃娘娘沒了後，陛下便瘋魔了。第2日就殺了顧危和皇后，惹得京中和軍中大亂一場，好不容易才鎮壓下去。現在顧家就剩個跛子，船被關在刑部大牢裡呢。姑奶奶，行好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別殺我，別殺我。我將這人打暈仍在巷中，偷偷潛入了刑部地牢。顧錦琪果然在，只是衣衫襤褸，形容枯槁，再也不復當初清鳳齊月的翩翩公子姿態。仇沒得報，但恩得報。我將顧錦琪帶出了地牢，安獨在了當初我與陸長庚借住的城郊破廟。我現下已無處可去，如果晚晚姑娘不嫌棄，我一個半妖之身，不知能否隨姑娘回啟靈山。你親人俱喪，不想找陸長庚報仇。聽我如此詢問，顧錦琪慘然一笑，並不需要報仇。自從得知你的死訊，陸長庚便發了瘋，殺了父親與妹妹後，又大開晒戒血腥鎮壓顧家軍與其他舊部，安定後又以自身壽元為引，日日為你招魂，怕是已經未幾年活頭了。我心頭一緊，陸長庚不是想安穩地坐上那至尊之位，要將權力都收在手中嗎？怎麼會這樣？見我面露震撼之色，
顧錦旗又補充道：晚晚姑娘若是不信，可以去看看。但只一條，如今的陸長庚已經不正常了，姑娘千萬別被他發現了蹤跡。我颔首交代他在廟中等我，轉身去了皇宮。14. 我裝扮成了成乾宮中的小宮女，用法術幻化了面容，端着茶點跟着其他宮女太監走進了陸長庚的寢殿。夜大的寢殿中滿地都飄散着符籙，懸掛着招雲幡。陸長庚頹敗地癱坐在地上，面色竟比關在刑部大牢的顧錦旗船要蒼白幾分。領頭的大太監唯唯諾諾地問道：陛下可要用茶？陸長庚並未答話，忽然將太監端過去的茶水狠狠地摔在了地上，所有人跪倒伏拜在地，身體顫抖，似是害怕至極。陸長庚指着領頭的太監：你說孤的晚晚船能回來嗎？能回嚟，晚娘娘定然也是捨不得陛下的，一定會回來的。忽然，陸長庚伸手指向了我：你抬起頭來，你說他船會回來嗎？我抬頭直直地望向陸長庚：陛下，應是不會回來了。聽到我的回答，殿中中人倒吸一口涼氣，低頭伏拜得更低。那你說說，晚晚他為何不回嚟？我已經替他報了仇，也給他留了皇后之位。他跟我說過的一生一世一雙人，我也從未想過要食言。你說他為什麼不回來呢？陛下，人死自是莫是空，山盟雖在，錦書難托。世間莫總是失了時機，便得人命。陸長庚泯然，沉默了良久後，對着我們揮了揮手，讓我們出去。我轉身出了殿門，心中酸澀不已。但我與陸長庚之間隔着的，是我那被十記所擾鞭打散的百年修為，是我族人皆亡的滔天大恨，是我擾單眾數的劇烈痛楚，是我真真切切捧出去又被碾碎的一顆真心。我們早就已無法再回頭了。15. 顧錦旗在啟靈山的應得極好，冠繞之身的他在靈氣充沛的天池開始收集起了法術，腿部的舊傷也在靈氣的滋養下現好了。人間一遭，我沒了靈蛇族人，但啟靈山脈眾生靈都可成為我的族人。沒有了道心的牽絆，我出眾的修行天賦更加展露無遺。不過10年，法力便突飛猛進，已是可以庇護一方平安的大妖了。天池旁的梨花開了又落。當陸長庚的死訊衝聖經傳來時，我才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有想起過他了。晚晚姐姐，有人闖進了啟靈山。小虎妖突然急匆匆地衝進了天池。我抬頭問道：人呢？可找到了？小虎妖摸了摸頭，當然找到了，是幾個穿着鎧甲的人，但他們說自己只是奉命來送東西的。說完，便將手裏的盒子打開了遞給我。盒子裏是一根由碎片粘合起來的透壁玉簪。我輕輕拿出簪子，呆地看了半晌，恍惚之間，仿似又看見了當初那個紅着臉拿出簪子，鄭重地說要求娶我的少年。此時恰好山鳳就起，吹得滿樹梨花散落。我拂開掉落在手中的花瓣，
抬手將簪子插進了佛間。蘭因睡果，星離雨散。若是前生未有緣，待頌列，黎生緣。